冇錯，因為我其實喺沙田大嘅，係沙田友嚟，我細個就住沙田，咁同埋今日我覺得一個好特別嘅感受咧，就係同我上次嚟嘅演出有啲唔同，因為今次咧我哋可以得到一個 live 嘅live， 因為其實一直咧要解決一啲技術上嘅問題，咁終於今次可以試一試啦。咁今次都係呢個沙田嘅第一次嘅 live 出嚟，咁希望大家中意。希望陸陸續續都可以見到多啲嘅本場表演咧，嚟到沙田馬場表演最好啦。呢啲係啦。咁我知道啦，嗱，好馬打比大賽咧，其實係香港私人有呢個賽事啦。每匹賽區咧一生只有一次機會，因為4場賽區。咁變咗咧，其實我哋係發掘咗新星賽區嘅機會啦。咁我會話其實咧，都令到自己諗翻起佢自己細個變成而家嘅 Superstar 嗰個嘅生活嘅情況係。其實講到呢個睇住一個新星嘅誕生啦，喺我腦裏邊咧就醒起嘅，即係其實小朋友咧喺每個家長心目中咧應該係最閃閃發亮嘅嗰粒星。係。咁我個仔咧啱啱5歲，參加唔到呢個打比賽。咁但係佢係我心目中嘅由細粒而家慢慢越大個即係到而家識講。識發意咁，我覺得係永遠係家長裏邊父母裏心裏邊嘅最閃亮嘅星。我相信咧，大家應該對古 Sir 嘅歌聲係唔夠喉㗎嘛，夠唔夠喉啊？係咪想再聽多啲啊？咁就要俾多啲熱烈掌聲，古 Sir 古巨基繼續啦，交落嚟㗎喎 ，thank you。